这就是儿子此次南巡的一次偶遇。儿子对他的歌舞颇为欣赏，仅此而已。再说了，儿子再也不会见到他了，是吧，刘光才？好，甚好。吴三桂奏报朝廷云南大捷，这消息皇帝应该知道了吧？对，这事儿子在江宁已经知道了。儿子打算尽快召吴三桂进京述职。好。平西王应该进趟京城了。还有，洪承畴巡查治河工程已经回来几日了。洪师傅回来了，太好了！朕要召他进宫，马上问一问河工之事。你呀，恐怕是召见洪承畴，想畅谈一番吧。说到洪承畴，看你多高兴。洪大人做了好几年皇上的师傅，皇上对洪大人的感情是颇深的。其实不仅是皇上，太后娘娘对洪大人也是极为器重的。还是苏娜姐了解朕。哎，对了，皇额娘，儿子外出这些日子，索尔纳表现得如何？额娘狠狠敲打了索尔纳，索尔纳说一定会痛改自己的毛病。这段日子的确表现得不错。儿子说的没错，索尔纳他就怕您，只有您能治。那恢复皇后中宫监表，皇帝可否考虑提前一些？儿子想再观察观察索尔纳，酌情考虑吧。对了，额娘还有件事要跟皇帝讲，但并非是一件好事。不好的事？皇后娘娘的中宫监表停了已有1月，今儿个皇上回来，皇后娘娘的中宫监表也该恢复了吧？臣妾在这儿真心期盼皇后娘娘能够早日恢复中宫监表，更好地治理6宫。皇额娘跟本宫说了，这个事啊，她定会跟皇上提的。恐怕有人并非像淑妃那样真心盼着本宫恢复中宫监表吧，倒是盼着皇上有朝一日能够做出废后的惊天之举吧。妥当。金太医和冯太医一致认为，果真小产有身子的原因，严重风寒加腹泻，令她的身子无法承受。皇帝就别再追究这件事了。果真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？他怎么会染上这么严重的风寒？说来呢，他也是孝顺。皇帝走后，有一日额娘身体不适，他来请安，守着额娘一直都不肯走。夜晚又风大，回去便生病了。可是这冯太医一直禀报说果真的胎相稳定，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儿子定要治他的罪。按说冯太医是有责任，但他的情况也都不需要责之过严。额娘问过金太医，金太医说才3个月的孩子，其实谁都无法断准他是否会出意外。冯太医诊断观察的都没错，这个冯太医就交给额娘处置吧。可是皇额娘，这是果真的第1个孩子，就这么没了，儿子心里不好受。好在只是个格格，并非阿哥。对了，皇后和几位妃子如今在西暖阁等着皇帝，皇帝去看看吧。好，儿子这就去。刘光才留下，哀家有事交代。皇后娘娘是说，有人盼着皇上废后。刘光才，皇帝从江南回来，显得神采奕奕，虽有遇袭之事，终是有惊无险。你护驾有功，还受了伤，哀家就决定赏你白银1000两，锦缎3匹。
奴才叩谢太后娘娘恩赏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那个董小宛，皇帝还算明事，没将他怎么着。这件事知道你一定参见皇上，皇上万福金安。平身，都坐下吧。谢皇上。皇上刚从江南回来，看起来更神采奕奕，龙体旺健，可见这江南还真是一个好地方呢。是啊，本以为皇上车马劳顿必定非常辛苦，可皇上的脸上竟一点倦意也看不出来。江南的确是个好地方，那可是我大清的粮仓啊！朕亲眼看到粮仓富足，百姓安康，还有如画的美景尽收眼底，朕真是一点都不觉得疲惫。皇上心情大好，臣妾看着真是高兴。索尔纳，朕听皇额娘说你近来表现不错，朕甚感欣慰。自皇上严斥臣妾，停了臣妾的监表，尤其是皇额娘对臣妾的一番谆谆教诲之后，臣妾方知身上确实有不少失德之处，便下决心痛改前非。皇上此去江南这1个月，臣妾每日勤勉自查，不仅与姐妹们和睦相处，亲密无间，而且还对下人和颜悦色，赏罚有度。臣妾还在每日给皇额娘请安时，及时汇报了臣妾的种种改进，希望皇额娘可以放心高兴。皇上，这1个月里，皇后娘娘待臣妾们颇为谦和礼让。皇后娘娘一言一行，都是臣妾们的表率。臣妾们都衷心期盼皇后娘娘能早日恢复中宫监表，更好地治理6宫。刚才朕去慈宁宫，皇额娘问朕，是否可以考虑提前恢复皇后的监表。首先，朕对皇后的表现甚为满意，不过朕回复皇额娘，朕还要亲眼看看皇后的表现，再做决定。皇后着急恢复监表的心情，朕可以理解。不过，朕也希望皇后能够认认真真地意识到自己的毛病，彻底地改掉这些毛病，真正做到表率6宫，母仪天下。皇后，朕不急于恢复你监表的一片苦心，还盼望你能理解。臣妾感谢皇上对臣妾的关爱之心，臣妾定不会让皇上失望的。皇帝3年1次选秀，这事儿刘光才你有经验，你要多费点心。太后娘娘放心，奴才定会将选秀大事办得妥妥当当。皇帝总共只有3个阿哥，还年幼夭折了1个。皇家的阿哥那是越多越好，哀家盼望皇帝这次能够多看上几个秀女留在宫中。这个太后娘娘放心，奴才一定要好好的指点那些秀女，让那些秀女多想些法子，让万岁爷动心。德妃啊，玄烨近来可好？臣妾回皇上的话，3阿哥玄烨很好，臣妾日夜精心照料着3阿哥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皇上有5个格格，2个阿哥，却单单只为了3阿哥。德妃姐姐
真是好福气啊！玄烨年方5岁，却已聪慧孝顺，朕关爱他多一些也是应该的。众爱妃不必介怀。静妃，朕今天晚上就歇在你的长春宫，其他爱妃不必备着了。皇上今夜还是不要歇在臣妾这里了吧？臣妾位分低，这次又没能保住皇上的孩子，臣妾自知有愧。孩子的事情，皇额娘已经跟朕细说了，朕不追究了。静妃，朕以后呢，也应该多关爱你一些，让你给朕早日生个孩子，最好是个阿哥。那臣妾定将长春宫布置得焕然一新，恭迎皇上圣驾。好了，朕刚回宫，还有很多政务要办，你们都散了吧。臣妾恭送皇上。定要好好教训你。皇后又忘了监表的事了吗？被停了监表，你有什么资格惩罚我？你敢打我一个耳光，我就敢回敬你2个。你，果真妹妹，念在你被人陷害，皇上心疼怜悯你，要不然今日圣驾是应该歇在我这儿的。咱们都是皇上心疼之人，既然皇上歇在你那里，本宫替你高兴，你就好好的侍奉皇上吧，让那些失德失仪、只知道惹皇上生气的人自哀自怜去吧。皇后娘娘，臣妾先行告退。皇后娘娘不要生气，一切从长计议。让臣妾先陪娘娘回宫去吧。刘光彩，这件奇怪的蝴蝶案，哀家想交给你暗查。记住，是暗查。哀家想弄明白，这件事到底是皇后还是其他嫔妃干的，敢在哀家眼皮底下弄这么一出，哀家真佩服他的胆量。奴才领旨。那，在太后娘娘心目中，有谁可以排除在外啊？佟家是可以排除。不仅是他厚道本分，更主要的是他已经有3阿哥，最无需同人争宠。记住，蝴蝶之事不可让皇帝知道。哦，奴才明白。皇上吉祥，臣洪承畴觐见。免礼。哎，洪师傅，快起来。洪师傅，朕早就有旨，您年事已高，可以免贵礼。皇上，老臣此次外出公干数月，皇上前去江南，老臣十分挂念，期盼皇上一切安好。好，好，朕也日夜挂念着您呢。洪师傅，朕有很多的心里话要对您说，走，咱们里边说。皇上
此行江南，遇上了董小宛。第一次见，已是一见倾心。一见倾心，情不得已，爱慕之极呀！师傅，朕跟您说，朕对小婉爱到什么程度了吗？朕从江南回来，得知静妃小产的消息，按理说朕应该非常难受，可朕并不难受。为何呀？因为朕现在心里只想着小婉，只挂念着小婉，连朕之前最爱的静妃同小婉比起来，都已显得微不足道。您明白这个分量了吗？老臣明白，定是皇上遇到了极难遇上的真情了。不过皇上，这个董小宛是个汉人，汉女是严禁入宫的，太后娘娘是一定不会答应的。是，这件事情皇额娘一定不会同意的。因此朕跟皇额娘说，朕对小婉只是一时的欣赏，不可能跟她有任何的结果。但是朕心里边可不是这么想的。朕想把小婉从江南带回京城，带她入宫。皇上要将董小宛接进宫，皇上，这可是天大的事情。哎呀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朕知道这是天大的事，因此这件事情朕必须要讲究方略进退。洪师傅，目前这件事情，朕就告诉了您一个人，连刘光才，朕都故意跟他放了烟雾。这是为何呀？刘公公对皇上一直是忠心耿耿啊。朕知道他对朕忠心耿耿，可他更忠心于皇太后。如果这件事情让刘光才知道，刘光才肯定会马上去禀报皇太后的。所以说，目前这件事情能够让朕相信，也是唯一能够信赖的人，就只有您和英格尔。娘娘不要生气，这次先给兰贵妃记着。虽说皇上今天未答应即刻恢复娘娘的中宫监表，但在这3个月之内恢复监表，今儿算是做了明确承诺。淑妃，本宫是担心撑不过这3个月。你都不知道，本宫这1个月是如何撑过来的。本宫每晚睡前都要反复的叮咛自己，性子要好，脸上要随时挂着笑容，不可骂人，更别想着打人。可本宫实在是想打人骂人呢。你就瞧瞧灵珠那副张狂的嘴脸，竟公然和本宫分庭抗礼干什么？娘娘可千万要忍住，皇上还要考察娘娘呢。娘娘可千万别中了兰贵妃的计。依臣妾看，这兰贵妃分明是故意要激怒娘娘的，让娘娘失态，好让皇上再度对娘娘不满，让恢复监表之事再生波折，甚至让娘娘前功尽弃。淑妃，你提醒得好，这个灵珠好狠毒，本宫定要忍，忍到本宫恢复中宫监表之后，再来狠狠教训这个灵珠。对了，洪师傅，您在江南任职5年，可否见过董小宛？老臣并没有见过董小宛。老臣在离任两江总督之时，董小宛已经红遍了江南。老臣曾经严令属下不准前往青楼戏园，老臣当然要以身作则了。洪师傅，您是没见过董小宛，您要是见了她本人呢，一定会惊为天人。皇上对董小宛如此的牵念挂怀，那老臣就斗胆问一句：皇上对接董小宛进京，是否已经有了计划和安排呢？洪师傅，那朕就将朕的计划跟您说了吧。明天
就是宫中选秀之日，朕想陪皇娘一起选完秀，后天就去江南，把小婉接回京城。孩子的事，你受苦了。不过，朕看你气色上佳，朕还算欣慰。刚开始，臣妾也是难受至极。可是皇额娘跟我说，我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，那皇上回来见了我，一定会更难受。所以皇额娘就让臣妾赶紧调整好状态，等着皇上回来。皇额娘还说，要让臣妾给皇上多生几个孩子，最好能生个阿哥。所以臣妾就强忍着悲痛。皇上，都怪臣妾不好，臣妾自己不小心，臣妾真是有罪。朕不会怪你的，不是你的错。走，咱们就寝吧。皇上，这是什么呀？给我。什么呀？给我。给我看看。给我。这是女人的发珠。皇上在江南宠幸女人了。给我。想必皇上很爱这个女人吧？国珍，你跟兰贵妃是朕最宠爱的2个女人，朕对你又比对兰贵妃多了一份信任。朕实话告诉你吧，这次朕在江南的确爱上了一个女人。不过，这件事情你不可以对任何人提起，包括皇额娘，记住了吗？臣妾知道，臣妾是一个字也不会说的。皇上既然这么爱这个女人，就让她进宫吧。这个，朕还没有这个打算。这是为何呢？皇上身边若是能多一个皇上宠爱的女子，这不是很好吗？皇上为何不让她进宫？因为她是汉人。皇上爱上一个汉人女子，你应该清楚宫里的规矩，汉人女子是不可以进宫的。因此，朕颇为烦闷。国珍，如果有一天，朕把这个汉女带进了宫，你会如何对她？皇上爱上的女人就是臣妾的姐妹，臣妾当然和她做好姐妹，共同服侍皇上。朕没白疼你。万岁爷选秀第3天第1组。跪！皇上万福金安，太后娘娘万福金安。抬头。下去吧。起。第2组。第3组。
皇上万福金安，太后娘娘万福金安。下去吧。唉，这次的选秀终于结束了，朕对这些秀女毫无兴趣。可不是嘛，这些秀女怎么能跟董小宛比呢？皇上现在心里啊，全都是董小宛。英格尔，多嘴。洪师傅，朕想好了，明日便去江南接小婉回来。皇上真是雷厉风行啊！皇上打算如何向太后娘娘禀报呢？当然不能说真话了。朕想让你一道陪朕去慈宁宫。皇上请，洪大人请。给皇上请安。儿子给皇额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谢皇额娘。臣洪承畴叩见太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坐。哀家正同刘光才说呢，皇帝对于选秀太不上心了，竟只选了4个秀女，皇帝就拉着洪师傅来了。回太后娘娘的话，臣未见太后娘娘天颜多日，所以正好追随皇上，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哀家明白皇帝的心思，皇帝心中有愧，所以拉你洪承畴来圆圆场。皇额娘，儿子其实已经尽心挑选秀女了，若不是怕您不高兴，儿子一个也不想留。听皇帝说这些话，倒不像心中有愧啊。有愧吗？儿子心里倒没有愧，只是怕皇额娘不高兴，这不过来给皇额娘请个安，解释解释。你呀，眼光太高，这些女子全部都是满蒙八旗家里面送上来最好的女子了。是，那些女子都非常的好，是吧？只是呢，儿子这后宫嫔妃已经不少了。再说，儿子平时又要忙于朝政，怕耽误了他们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皇家血脉子嗣是天大的事，如果皇帝有7、8个阿哥了，额娘不至于操心。至今皇帝只有2个阿哥。皇额娘，阿哥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，儿子还年轻，以后阿哥多得满地跑，您想认都认不清啊。你就知道哄额娘高兴。对了，皇娘，儿子还有一个想法，以后再选秀女呢，儿子想把汉军其中汉人官员的女子也纳入选秀的范围。皇帝为何突然又提这事？皇额娘，儿子早有这想法。皇帝，汉军旗里的官员，归旗的人不少，虽然他们归了旗，但他们仍然是汉人的血统。皇室不宜与汉人女子亲近的这个道理，皇帝应该知道。原来皇帝叫你来，是想说服哀家。皇帝的意见，你有何看法？回禀太后娘娘，臣的确非常赞同皇上
接纳汉女选秀的想法，能令满蒙和汉人相处和睦，也对实现太后一直训诫倡导的满汉一家是大有裨益呀！好你个洪承畴，皇帝选汉女进宫，想纳某位汉女为答应为常在，进而为嫔为妃，甚至有朝一日立她为后，你也认为是大有裨益，合适吗？这回太后娘娘，这些都是后宫的事，一切由太后娘娘做主，臣实在不敢。你还有什么不敢？连刚才的话你都讲得出来。好，我现在就答复你们：皇帝身边的女子，即使是个丫鬟侍女，都不可有汉人女子。这个是我们老祖宗立下来的规矩，这是不可逾越的规矩。哀家在那玄武门外面立了铁牌守御。难道你们这么快就抛之脑后了吗？老臣不敢忘记。其实，臣本来……洪承畴，你不需要紧张。我说你都是为你好。坐吧。谢太后恩典。洪承畴，你要知道，皇帝对你一向器重信任。遇事就更要多一分审慎、冷静。皇帝年轻，很多事都想得不周全。你是大学士，汉人中的议政大臣。你虽然以足智多谋著称，但你也不能总是顺着皇帝。就算皇帝今日请你帮忙，你也应该劝住皇帝。忠君有时候也要有忠言逆耳。哀家说的对吗？臣谨记太后娘娘的圣训。太后，臣老了，老得糊涂了，不中用了。你的确老了，但你不会糊涂。洪承畴不会不中用。该说的您都说了，该挨的训您也挨了，您且下去吧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这边也没有你的事了，你也退下吧。这，太后娘娘，老臣告退。把咱们赶出来，怕是要与太后娘娘吵嘴顶撞啊！奴才真是担心呐。洪大人，万岁爷对您这么信任，您应该劝劝万岁爷呀。刘公公，你也是汉人，你说一个汉女选秀，真那么可怕吗？哎呀，这个奴才没敢多想，奴才只知道太后娘娘是无比的英明，这大清多少次危险都是靠太后娘娘安然度过的呀。是啊，谁说不是呢？可是咱们皇上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纲策。
姑姑，容苏娜大胆说一句。其实皇上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哪怕唯有1、2名汉女的名额，做做样子，其实也未尝不可。丫头，你不明白，里面的利害关系太大了。是。皇帝，额娘的想法已经明示了，额娘不想再同你讨论此事。我们说一点别的事，好吗？好啊，皇娘。儿子想明天去一趟五台山，进香。去五台山进香，太突然了。几位刚进宫的秀女，皇帝还未临幸过就要走。皇娘，其实不突然，儿子从来没有去过五台山，儿子一直想去五台山进香、许愿，求佛保佑我大清江山万年兴旺。五台山可是我大清进香的一个重要之地啊，所以儿子早就应该去一趟了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去吧。五台山的清凉寺的确是一个进香的好地方。皇帝，你要进香，刘光才就跟着你好了。不用，刘光才就不用跟着了。刘光才年事已高，不宜太辛劳。皇娘，放心，五台山不远，也并非是天地会活动的地方。儿子想好了，明日便动身。你呀，性子这么急，说走就走。皇娘，那我现在就去准备了。皇上，这次若能将董小宛带回京城，千万别直接带进宫，最好安排她先在郊外住下。这个朕知道，朕已经派婴儿找了一个秘密、安静的地方。这样就好了。皇上，这件事情太大，老臣的心里那是直打鼓啊。朕知道。皇上，老臣斗胆提醒一句，皇上身份尊贵，这一次以平民的身份与女子发生恋情，皇上从来没有体尝过情感失意的滋味呀。这次如果董小宛坚决不跟皇上走，洪师傅，朕告诉你一件事吧。朕在梦中好多次梦到了董小宛，在梦里，朕与小宛那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所以朕认为朕与小宛绝对不会出任何意外的。洪师傅，朕先走了。皇上一路多多保重。师傅保重。大清王朝就要掀起大风暴了。董小宛，爱新觉罗福临来接你了。有意思，皇上单让洪大人前去送行。师傅，皇上跟洪大人说了不少话呢。兴许洪大人在慈宁宫受了训，皇上是安慰他呢。师傅，二云多嘴问一句，洪大人怎么能挨训呢？皇上亲汉，是想让许多汉女也进宫，那不得挨训了吗？这汉女选秀千该万该呀。师傅，咱们汉人的地位也太低了吧？
谁说不是呢？姐姐，姐姐今天弹琴怎么有点乱啊？姐姐也不知道，总感觉今天好像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这心里面好乱好乱。会发生什么事儿啊？五妈，哎呦，我的个天儿啊！黄公子真来了，快坐，快坐。小婉姑娘好吗？好，挺好的。快坐，快坐呀，坐。五妈，这是我替董姑娘赎身的钱，我要带她离开这里。点点啊！哎呦，我的个妈呀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明明是您来接董姑娘进宫，为什么我比您还紧张？哎呀，我这个小心肝跳得扑通扑通的，不信您摸摸。啊，心在这儿。哦，我看出来了，您呐，比我还紧张。谁说朕紧？谁说我紧张？啊，我能紧张吗？我真的是有点紧张。姐姐现在心里是不是只剩下一个人了？那个人是不是黄公子啊？瞎说什么呀，扣扣！像黄公子这样的阔少，疼你的时候，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，一转身也就什么都忘了。扣扣觉得黄公子不像那样的人。他很痴情。扣扣，你是不是盼着黄公子身边的小强子来啊？姐姐，姐姐好无聊，竟然倒打扣扣一耙。我不干，扣扣不干。我不跟你闹了，我练琴。姐姐，要不你就再弹一次自己编的《忆江南》吧，那曲子特别好听。好，那就《忆江南》。江南好，风情就在。听到没有？小婉也在思念朕。皇上是怎么知道的？这白居易的诗，有我跟小婉的秘密。江水碧如蓝，南步忆江南，江南忆，最忆是江宁山寺，月中寻归自君庭，枕上看潮头，何日更重游？江南忆，其次已无
双无罪芙蓉，早晚复相逢。姐姐，黄公子来了。自从遇见你，仿佛梦里悠悠昨日影朦胧，紧紧抱着你，谁又曾相信前世今生不了情？Coco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家董小姐说。走啊！走。美人如此歌，那公子多情，爱已醉过酒峥嵘。一生只为这一天，问谁愿这爱能永远？有我喜欢你的心，只求相偎相依。一生愿为这一愿，问谁愿能指别阳天？巫山雨夜缠绵，只愿相伴一生。黄公子这么快来江宁，是来进货吗？不是，我是专程来看你的。准确的说，我是来接人的，就是不知道能否得偿所愿。黄公子1个多月没见，怎么变得这么爱说笑呢？小婉，自从我这次回京城之后，我每天都在想你。我想听你唱歌，还想看你跳舞。黄公子还真是爱说笑。小婉不过是个歌女，能够和公子相识已经是缘分。公子如此抬爱，小婉可担当不起。你送我的这颗珠子，我每天都带着它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我都会拿出来看看，对他说几句话。每天都会亲吻他，犹如亲吻一棵圣树。我已经帮你赎了身。你帮我赎身了？你现在是自由的了，小婉。我不愿再看到你再次为了生计而唱曲，不愿让你终日在外抛头露面，我看了也不开心。我知道，你父母都不在了，你一个人孤苦伶仃，你需要有一个温暖的家。我想给你这个家，
让你快乐。我想要保护你，把我这一生的爱全部都给你。我不想让你再受苦了。这太突然了。我知道，你需要一些时间去接受这些。我会留在江宁，一直守着你，直到你心甘情愿地跟我走。少爷，您可不能留在这儿，老太太身体不好，等着您早点回去呢。小强子，别多嘴，你要再多说话，我就把小婉姑娘带回去，把你留在这儿。小婉很感谢皇公子，可是小婉怕要让皇公子失望了。小婉还是留在这怡清园，过自食其力的日子吧。小婉怎么担当得起？小婉，我要带你回京城，我要你嫁给我，你愿不愿意？答应吧。太好了！董小婉答应皇上了。扣扣，这琴是怡清园的，咱不能带走，放回去吧。啊，姐姐，这琴跟了你很多年了。吴妈，带上吧，这琴跟了你这么多年，妈妈送你了。小婉谢谢吴妈。怎么样，准备的差不多了吧？东西收拾的差不多了。小婉呐，明天就要走了，妈妈还真舍不得你。不过妈妈替你高兴，你算是遇上你的真命天子了。你看这皇公子多好啊，又有钱又有貌，对你的情啊，更是没得说。说实话，小婉心里也希望皇公子能来，可是小婉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真的来了。小婉竟然连想都没想，就答应跟他进京去。想来像做梦一样。这么跟妈妈说吧，小婉觉得自己跟皇公子有很深很深的缘分。皇公子走到哪儿，小婉就愿意走到哪儿。哪怕有一天他做生意垮了，一贫如洗，小婉也会义无反顾地跟他在一起。你有点傻呀，这按规矩你跟这个皇公子要去京城，他们家怎么也得给你准备一份大礼呀。你别急啊，等明天妈妈见了他，跟他好好谈谈，他至少得给咱们拿5万两银票。吴妈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小婉跟皇公子走也不是图钱，小婉哪是个贪财的人呢？江宁城里比皇公子有钱的人多了，皇公子也跟小婉说过，他家里不是巨富。再说，吴妈不是收了皇公子2万两银票吗？哎呦，孩子，这2万两银票是皇公子给妈妈的，你可别怪妈妈啊。不说这个，我说的是礼金的事。小婉是愿意一文不收跟皇公子走。小婉也恳请妈妈不要再跟皇公子提这事了，好吗？好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
你们俩呀，是真情真爱，妈妈也感动了。妈妈，这是我给我哥哥留的信，麻烦妈妈，等我哥哥来的时候，把这封信交给他。扣扣，你这一走，以后会跟你哥哥再难见面的。扣扣，要不然你再好好想想，不一定非要跟姐姐进京城。你要是想留下的话，姐姐留笔钱给你。不，扣扣要跟着姐姐，扣扣要照顾姐姐。哥哥四处做生意，很难照顾扣扣，而且哥哥也交代过，他这辈子四处奔波，让我跟着姐姐，永远跟你在一起。哎，小婉啊，让扣扣跟着你去吧。你跟扣扣那么好，他怎么舍得离开你呢？很快咱们就能到了。总舵主，总舵主，成了，东乡娃真的要进宫了。怎么回事？慢慢说。刚才属下去看我妹妹，才知道昨天早上她已经随东乡婉跟着顺治进京了。顺治又到江宁了？怎么我们没有得到消息呢？顺治在江宁只待了2天，刘公公没来。顺治一定是秘密前来的，也许刘公公都不知情。应该是这样。应该是这样，真是太好了。怎么了，宋川？是不是因为扣扣去了京城啊？他给我留了封信。这个小丫头啊，平时嘻嘻哈哈的，其实她极重感情，对我也十分依恋。这封信看得我心里难受。宋川，如果你怕扣扣出事的话，这条线咱们可以不用它啊。那怎么行？好不容易咱们有一个自己的人进了皇宫了，而且地位如此的特殊，可以帮上咱们很大的忙啊。总舵主放心，属下说过，为了反清复明的大业，属下什么都豁出去了。好兄弟！啊，对了，宋川，云南的兄弟传来了消息，说吴三桂就要进京了，顺便到江南替陈圆圆的父母来扫墓。我们天地会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，行刺吴三桂，杀了吴贼以后，咱们的活动重心就要转移到京城去了。好。少爷，来，喝点水，吃点干粮。这个地方真是太美了。小婉，马上就要到我家了，你怎么也不问问我家里的情况？我不想问，你要想的话，你自己会告诉我。再说，我相信你对我的情谊，也相信你会善待我。谢谢你对我的信任。不过，善待二字分量不够，它不足以表达我对你1/1000的爱。你对小婉的深情，小婉自然铭刻于心。要不然，我怎么会跟你远走高飞呢？我皇上发誓，
绝不会让小婉失望的，一定不会让小婉失望。对了，我记得咱们上次游秦淮河的时候，你跟我说，你想扮成满人的样子去参加科考，你是当真的吗？哎，我这个人啊，太懒，坐不住，我也怕考不上。你要是真想参加科考，我可以帮你啊。你就不相信我能帮上你？别小瞧人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要决定科考了，一定找你帮忙，行吗？丁哥，今晚在此住一晚，明儿咱们就到家了。包子，青菜。与家人对弈，听小婉抚琴，这是何等的幸福！我要真是什么皇公子，就将小婉迎进家门了。可如今，却有天大的障碍在等着我们。小婉，我们别瞎了，我想和你说件事。皇畅，你有什么话不妨直言吧。小婉，我把你带回京城，但还不能接你入门。我还没有跟我娘说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娘会跟孟公子他爹一样，不喜欢我歌女的身份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娘跟孟平君的爹完全不一样。主要是我跟孟平君他一点也不一样，请你能够相信我。我相信你。我要不是万分的相信你，我怎么会选择跟你走呢？你放心吧，其实我早就想好了。倘若老太太不接受我，不喜欢我，我会用我的孝顺和真诚让她喜欢我，接受我的。还有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即使是有一天你的生意做垮了，我也会跟你在一起，做一对柴米夫妻。能同小婉姑娘做一对柴米夫妻，我想，那也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。小婉姑娘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家的生意做得很大，那是万万都垮不了的，这点你不用担心。只是我在想，明日我们到了京城之后，我想把你先安顿到我们家另外的一处宅院，我不想马上带你去见我娘。你看可好？你别多想，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太突然。我娘呢，她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脾气又大，这突然间她……皇畅，你别解释了，我都听你安排。
再说，我也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呢。没错，我皇上爱上的女人怎么会小肚鸡肠呢？那一定是心宽如海。油嘴滑舌。不过我有一条，以后不管你有多忙，每天我可是都要看见你。这个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会让你每天都看到我。小婉，说句心里话，自打我皇上认识你之后，我就不想做生意了。我只想每时每刻都在你的身边。少爷，您走错了吧？这是去皇宫的道。玉，朕改变主意了，朕要把小婉带进宫。既然朕是大清的皇帝，那为何要让自己心爱的女人躲躲藏藏呢？撤！哎，皇上，撤！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他们在叫什么？姐姐，他们说皇上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怎么可能啊！姐姐，本公子是皇上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郑王爷，我没看错吧？这上面是2个汉女呀！左大人，你看得十分真切呀！汉人女子进宫了，这可要出大事了！皇上怎么可以带汉人呢？小婉，别怕，咱们到家了。姐姐怎么办啊？皇上打算将董姑娘安置何处啊？住南院吧，那里离朕的御书房近。那奴才先去安排。去吧。撤！撤！这怎么办？姐姐，Coco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皇上驾到！小婉姑娘，我们到了，出来吧。跟我来，进去看看。小心脚下。走。樱桃
你们去换装吧。走。大家都听好了，这位是新来的董主子，是万岁爷十分宠爱之人。你们一定要小心周到地伺候好新来的主子，要是出了什么差错，脑袋可就保不住了。听明白了吗？这。刘公公在，你带大家到院子里面候着吧。是。来，你怎么会是皇上呢？我又稀里糊涂进了宫，这连做梦都没有想到。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。是啊，皇公子，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家小姐？你就是个大骗子！扣扣，这是在宫里面说这种话是要杀头的。杀头？小强子，一进宫你就变脸了。扣扣，好了，小婉，朕并非有意要骗你，正是怕你不愿意跟朕进宫，不愿意跟一个君王发生感情，所以在江宁朕没有告诉你实情。你能理解我吗？董主子，您知道皇上对您的感情有多深吗？皇上说了，要像民间男女一样，和你产生真正的感情。皇上还说了，他说你们俩的感情那是千古难觅。董主子，称呼倒是挺新鲜。原来是一场梦啊！这简直让小婉无法想象。难怪你在江宁总是说，真的是，正如古人云，正如所说，小强子还在旁边偷偷的咳。原来你是一时改不了口啊！我更傻，我还想和你做一对柴米夫妻，过简单平凡的小日子。我进了这皇宫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，我该怎么称呼你呢？叫皇上、皇畅。小婉，朕是真的爱你才会这么做的。朕知道你生性自由，不肯进宫，你跟其他的女人一点都不一样。她们拼了命的想接近朕，想成为朕身边的女人，可你不同。你我之间还在乎称呼吗？以后没人的时候，你可以叫朕的名，朕名叫爱新觉罗福临，你可以叫朕福临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叫得不习惯，你还可以叫朕皇畅，或者皇公子，只要你喜欢。福临，皇畅，你为什么不是皇畅？你为什么就不是皇公子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好了，小婉，朕就是你的皇畅，朕就是你的皇公子。不哭了，没事了。小强子，你竟然也会哭啊！哎呀，你不懂，你不知道皇上对你们家小姐的感情有多深。刘光才，你真会办事。你告诉哀家，皇帝不会对那个董小婉动情，将哀家麻痹了，没有做防范。如今呢，人带进了宫，一个汉女进了我大清皇宫。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
奴才误会了万岁爷，奴才万万没有想到万岁爷对董小宛用情之深，竟借进香之名再赴江南。奴才愿意受到任何的责罚，奴才愿意以死抵罪。打，狠狠的打，打疼了你才知道怎么办事。想死？哀家可舍不得让你死，哀家留着你这个能人在身边还有用呢。郑王爷，哎呀，索大人，你们可听说皇上带了一个汉女进宫啊？哎呀，敖大人，咱们不是听说，而是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啊！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风暴来了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宫里出大事了！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？瞧你惊慌的那样。娘娘，皇上从五台山进香回来了。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皇上不是早该回来了吗？娘娘，有人说，兴许皇上不是从五台山回来的，是从江南回来的。娘娘一定想不到，皇上竟然带回来一个汉人女子。这个汉人女子已经进了宫，已经住进了御书房附近的南院了。